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家宏。大部分的状态都是在维持体能跟降体重，可能大家会觉得还蛮辛苦的，可是我自己是算蛮享受。整个减重的过程中，就是生活非常的规律，然后训练也非常的扎实。那其实我觉得在备战奥运的整个过程中，其实我觉得整个训练规划都拉得还蛮漂亮的这样。在19年我们在世锦赛，我们5个人有拿到门票的当下，其实就已经有在幻想说东京奥运是长什么样子，就是兴奋又很激动这样子。对，这一年其实对我来说帮助蛮大的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全世界都比较没有办法做正常的训练。那其实，在台湾的话，比其他国家来讲好一点，比起其他选手有多出至少3个月、3、4个月到半年的正常训练时间。那其实对于体操来讲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，我觉得差别蛮多的。目标当然就是也希望可以顺利的进决赛，然后为台湾争取更高的荣誉。这样比较希望就是可以把平常训练的水准大胆的展现给大家看，然后很漂亮的一次表演演出给全世界的人看到。台湾有很棒的选手，让全世界知道说我们台湾体操也很棒这样子。